村近期就快收樓，收到好多客戶諮詢設計方案、報價。如果你都想早啲入伙，咁就提前做好設計，攞到鎖匙就即刻開工啦。先來分享呢套案例。呢邊家私和自身櫃規劃2個房，靠牆地台床下面執嘢唔好嘥，床尾開放書櫃，衣櫃啲衫掛起來唔會皺，靠窗書台當床頭櫃，應有盡有。隔離衣櫃加樓梯櫃組合設計，都好放得嘢嘅。靠裏獨立學習區，更加專心溫書，搭起上格床，一個人瞓都幾舒適。兩邊做同色隱藏門，延伸電視櫃視覺嘅效果，擺低餐櫃齊平立面，入戶到頂鞋櫃，造型門板設計師嘅小心機。主人房擺低地台床係首選，搭配裝台，床尾衣櫃組合設計，衣物雜物收埋顯整潔。出來客飯廳空間，榨乾空間做儲物櫃俾外面用，護牆板豐富立面，線段燈帶增加氛圍又有層次。奶油白搭配原木元素，溫馨感與實用性兼具。如果你都想家私定製連裝修一步到位嘅，咁就快啲來揾我啦！